来看劳动部劳法署员工自杀检调约谈证8分数的署长谢依荣，马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劳动部长洪胜汉今仔亲身来公布中科调查的报告，认为讲谢依荣的领导方式造成当人正大压力，嘛认定讲员工行底路甲工课场有关系，所以是一场霸凌。洪胜汉嘛，搁再向家属回释咧。 洪胜汉看到后天，话一时讲袂出来。劳动部劳法署因为逼出涉案公务人员行底路的案件，劳动部长洪胜汉说明重新启动调查的结果，对家属是感觉真失礼，而且公布3大调查的结果，确认谢依荣长期以施压、吓惊的模式来领导，互当人持续伫咧压力大、无友善的工作环境。调查委员会内外部的委员拢认定这就是霸凌。在他难以向上反映修正的情境下，这也造成了无姓公务员生前莫大的心理压力跟疲劳。这一点，就我们调查委员会所有内外部的委员都认定，这就是霸凌。洪胜汉强调讲，伫工课场霸凌的判断，这位涉案的公务员，伊的工课是做资讯人员。 不过，谢依荣甲制定6起服务专案交代予伊，并不是交予业务单位来处理，这是踏过业务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。也那调查委员嘛强调，这一届的调查为着要谨慎，有增加访谈人员，也有伫上班时间要求大家各走的爬楼梯，才会指控的内容来做调查。访谈也有比照约访其他的同仁方式，我们也请我们谢分署长、前分署长熟识的同仁以通讯软体通知谢员。 那谢员就回复说，需要用公文书来通知他，他会书面回复。从楼梯这样跑，然后跑到他的办公室这样子哦。那所以其实整个过程都会经过大家所有的工作人的工作区域这样子。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其实也有非常多人认为，其实那个环境是非常不安全的。洪胜汉认为讲，规个案件互8分数长期伫咧系统性失灵的状态，除了甲负责的中介主管调职，嘛建议中央甲人事主管调走。未来伫咧申诉的管道，甲专职调查机制等的部分会做改善。也若谢依荣敢有涉嫌诈钱的部分，会交互检调来侦查。透早谢依荣复审结束了后，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